但係問題喺嗰方面全部避開晒嘅。你會睇到全球而家，你唔覺得最近啲新聞全球都做緊一樣嘢？如果其實你喺主日，如果唔係睇我哋呢位播應驗片，你根本都唔知全球咁多災難啊！哇！香港啲報咩啊？我報隻狗失蹤、隻貓失蹤揾翻嘅時候，我到半死咁滯咯，幾緊要啊！咁啊幾單新聞咯。第一佢失蹤就講啦，係咪？揾翻又講啦，揾咗翻嚟之後佢唔食嘢又講啦，隻眼神鬼鼠又講啦，講埋呢啲嘢喎，癲咗嗰啲新聞嚟㗎，有冇搞錯啊？究竟你見到我哋主日嗰啲真係你見唔到個香港播嚟播去都係呢一啲咧好無聊嗰啲啦，但係全球係攜手咧。好多好大型嘅新聞唔報出嚟，同埋你唔覺得咩？以前新聞咧一定會查到打爛沙盤問到篤噶嘛，係咪？你唔覺得咩？嗱，佢報出嚟，佢報天坑 ，OK。但係如果以前嘅新聞自由當中咧，你唔係淨係香港，太平山天坑，跟住就九龍灣天坑，跟住天水圍天坑，嚟嚟去去都係香港，唔係喎。你突然間廣州。一陣間就美國，突然間喜馬拉雅山，跟住就去咗印度，跟住全球都有天坑咩嚟㗎？如果係新聞嘅話咧，佢報得出嚟，佢哋一定會查點解係全球嘅。以前冇㗎，以前我哋就算睇聖經，可拉黨有天坑跌咗落去，我哋覺得好神奇，未見過點嚟㗎咁係咪？我哋咁大個仔睇嗰段經文都覺得好神奇㗎，但係突然間而家全球有喎天坑，我講緊係全球有喎。以前嘅新聞一定會查呢啲咁怪嘅現象，係完全係一定有一單好大 case 先導致全球嘅地質都改變。以前係新聞負責去查呢啲嘢㗎，係咪？冇嘢做啊嘛，佢哋係咪？但係而家咁多嘢，佢全部唔講喎，完全已經隻字不提個 size 啊，幾多個天坑啊，幾多人死啊，泥石流啊，暴雨啊，狂風啊，呢啲破晒紀錄嘅災啊，火災啊，全部唔講啊，最多提一提，係咪唔正常喎？完全係唔正常喎！但係咧呢一個僭建咧就查到你篤啊，係咪？查到你以前咧，你以前未做特區首長嘅時候咧，就嗰陣時已經做落㗎啦，係咪？你做仔嘅時候已經做落㗎啦，呢度一路查落去，咁啊似記者啦，但係又唔見佢其他呢啲似記者，根本唔似個正常人添啊！佢哋報嘅嘢都嗰個係全世界新聞上面攜手去做嘅一樣嘢嚟嘅。就係話喺呢一方面，佢哋唔可以做記者，咁先至會聽到你而家聽嘅新聞。而家啲災係只係多咗，但係我哋睇嘅新聞上面報係少咗嘅。你明唔明啊？係多咗，係大咗，完全唔合理嘅情況。以前嘅水災係講緊100毫米，而家水災係1000毫米、2000毫米、3000毫米，明唔明啊？係解釋唔到嘅，同埋全世界性嘅。佢哋全部唔講，唔調查。OK， 唔剖析呢一個唔正常嘅理論，點解係全球性咧？完全冇嘅。自從踏入2012年6月以後，全球天災接連加劇發生，並且未有任何放緩嘅跡象。雖然我哋身處嘅世界每日正係發生住眾多好似片段中嘅災難事件，但係傳媒總係不聞不問，對事件亦都從不盡心探究。就讓我哋嘗試先列舉2012年8月11至12日，僅僅2日之內發生嘅災難事件，然後再對比香港各大主流報章嘅頭版同埋主要新聞，好讓觀眾了解佢報道新聞嘅重點何在。2012年8月11日下午，伊朗西北部嘅東河塞拜疆省11分鐘內，先後發生6.2級同埋6級強震，近3000人死傷。8月11日，阿拉斯加亞留申群島發生6.3級地震，更加連續3日發生咗5級以上地震。8月11日，日本福島核電站以外區域發生4.2級地震，最令人莫名其妙嘅係，該宗地震冇喺美國地震局 USGS 上面記錄落嚟。
8月12日，中國新疆和田地區6分鐘內發生3次地震，最大震級6.2級。8月11日，中國江蘇受到冷空氣同埋颱風海葵影響，出現大暴雨，降雨量超過500毫米，江蘇響水縣形成一片汪洋。其中，浙江舟山群島岱山縣一個儲水庫突然潰壩，洪水瞬間沖毀村莊，造成11人死亡、80戶受災、210間房屋倒塌。8月11日，美國旱災升級至33州1628個縣被定為災區，其中1496個縣係旱災區，玉米總產量創下6年嚟最低水平。8月11日，印度北部喜馬加爾邦新區一輛巴士墮入70米深峽谷，至少41人死亡。8月11日，菲律賓中北部地區受到西南季風影響，連日暴雨，水災罹難人數至今累計直逼100人，各臨時收容中心亦都因為人滿為患，面臨傳染病威脅。8月11日，美國密西西比因為乾旱，河水位過淺，一艘船擱淺，密西西比河11英里長嘅航運間歇性嘅關閉。事件對美國中部主要航運造成極大經濟影響。美國60% 嘅出口糧食都要經過密西西比河運輸，任何阻斷都將會引起全球糧食供應連鎖反應。8月11日，俄羅斯政府部門拒絕一批受銫137輻射污染嘅車輛進口，該批車輛輻射超標2.5倍。8月11日，日本北部小松市嘅一個停車場發現超過1萬條蚯蚓死亡。8月12日，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去年日本福島核災後，當地蝴蝶嘅腳、觸角同埋翅膀突變情況增加，後代畸形率比上一代高出1倍。其實因着昆蟲結構簡單，所以經已比較適應輻射對佢哋嘅影響。但係呢啲蝴蝶卻係竟然亦都受到如此破壞性嘅影響，可想而知，輻射洩漏對人類嘅影響將會更為嚴重。8月12日，英國漢普郡奇斯庫特地區出現形狀似中國如意結嘅神秘麥田圈，圖案以複雜路線說明時間嘅永恆流動。不管從圖案嘅任意一點開始出發，走過其中嘅每一部分，都可能會再次回到起點。該種如意結圖案嘅麥田圈係第一次出現。8月11日，美國中部尼布拉斯加州發出自河桿菌嘅警告。自河桿菌亦都稱為桿菌性痢疾，係一種傳染病，感染特徵係出血性輻射。8月12日，加州北部小鎮遭山火波及，面積達到5000畝以上，480戶居民被迫疏散。8月11日，美國路易士安那州出現足球場一樣大嘅天坑，持續不斷擴展，州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8月11日，美國遭到一股快速移動嘅強勁風暴侵襲3州地區，長島更加出現龍捲風吹襲，狂風將大樹連根拔起，大量汽車損毀。8月11日，美國明尼蘇達州嘅德魯斯遭到有紀錄以嚟首個龍捲風。8月11日下午12時30分，加拿大安大略省米加蘭市遭遇龍捲風。8月11日，澳洲悉尼遭遇6年嚟最強勁狂風吹襲，3萬戶居民斷電，航機班次大受影響。8月11日，孟加拉國清真寺遭到雷電擊中，至少13人喪生，15人受傷，其中6人被送往醫院。8月11日，新西蘭北島中部嘅湯加里羅火山沉寂115年之後突然爆發，並且伴隨持續2.5至3級嘅小型地震。火山灰從新西蘭北島中部向東部蔓延。新西蘭地質專家稱，休眠火山突然噴發實屬罕見。
8月11日，紐西蘭海底火山爆發，太平洋現大量浮石，佢嘅面積大約係26,000平方公里，幾乎等於一個比利時國家一樣大。紐西蘭海軍奧斯卡上尉指出，呢啲浮石係凝固嘅岩漿形成，裡面充滿氣泡。奧斯卡上尉表示，呢個係18年嚟我喺海上見到最奇特嘅事情。8月12日，美國宇航局嘅太陽動力學天文台 SDO 捕捉到太陽表面一道以邊狀延伸嘅50多萬公里以上黑色裂縫，呢個係科學家們以前未曾發現嘅。NASA 預測喺2012年9月太陽可能會有空前嘅爆發，預期巨大嘅太陽耀斑可能對全世界造成嚴重嘅影響。天體物理學家 Daniel Baker 評論呢一個空間氣象嘅危險性，稱佢嘅效果猶如爆發核戰爭或者係巨大小行星墜落到地球。專家擔心入面物質拋射，或者有一日佢哋將會徹底毀滅我哋整個電氣文明。以上所列舉嘅只係平常2日經已發生喺我哋身邊嘅事件。雖然整個世界都發生呢個程度嘅恐怖災難性事件，但係縱觀香港主流報章嘅頭版新聞，卻係相反地，每日只報道一啲花邊新聞，未能夠給予港人忠實嘅警告同埋提醒，每刻意隱瞞同埋粉飾住現實嘅世界。我哋就睇睇8月11日以及12日之後喺2012年8月13日香港各大主流報章嘅頭版新聞。試想想，呢啲報章嘅頭版新聞所報導嘅要聞，豈不是正正就係2012遭到隱瞞嘅寫照？縱使每日世界經已發生許多百年一遇甚至史無前例嘅災難事件，但係作為市民耳目嘅傳媒，卻總係未能夠如實咁將災難嘅嚴重性同埋迫切性傳遞俾市民，甚至對呢種種異常嘅大事件，佢哋亦都唔會盡心報導每件事件嘅成因同埋潛藏危機。究竟當今傳媒能唔能夠反映到現實嘅世界呢？明顯地，本係作為市民耳目嘅傳媒已經不能盡信，各人必須努力自發，去探求世上嘅真相同埋真知識。